台铁公司董事会今年2月份决定通过票价调整方案，调整了平均的费率是每公里差不多8，平均调幅差不多是26.8%。交通部政务处长吴胜远今日证实讲，行政院已经决定打算伫6月23要实施。那甲算算的这个票价，台北到邦桥的区间票价估计是起为22块，自强号起到34块；台北到台中的自强号为375块，起到501块；台北到新左营自强号为824块，起到975块，起价了后拢无超过1000块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